我哋係3月份會講完呢個撒母耳記下，跟住我哋會翻去新約咧睇耶穌嘅生平。我哋喺撒母耳記下嘅今日會講咗3個不同嘅人物，係非常之複雜嘅一個嘅過程。但係同你隔籬睇住我聲，你嘅抉擇係影響你嘅一生噶。呢3個人物包括咗都係喺大衛家族嘅裏邊嘅成員。第一個人叫做暗嫩，喺撒母耳記13章第1節，大衛嘅兒子押沙龍有一個美貌嘅妹子叫做他瑪。其實大衛王朝裏邊呢，就押沙龍同埋呢個嘅他瑪係同父同母所生噶。佢哋兩個遺傳咗嘅唔係大衛嘅俊美咁簡單，應該都係遺傳埋佢媽媽都好靚，咁所以兩個都好靚啊！我哋陣間講落，你知道押沙龍係靚到不得了嘅一個人。咁佢妹妹他瑪都好靚，但係一個同父異母所生嘅暗嫩呢，就暗戀咗他瑪。好複雜啊，係咪？因為同父異母嘅哥哥咧，暗戀咗呢個妹妹他瑪，喺度朝思夢想，希望咧親近呢個他瑪。喺有一個人嘅獻計底下咧，就施行計謀咧，就導致到他瑪咧呢個嘅暗戀就扮話自己病得好嚴重，就需要他瑪嚟到佢嘅寢室裏邊去侍候佢。喺藉着呢個嘅他瑪侍候佢嘅機會咧，呢個暗嫩咧就色心盡起咧，就強姦咗佢妹妹。當佢要向去強姦佢妹妹之前呢，他瑪就同佢講，佢話：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當中不當這樣行。你不要作這醜事。你玷辱咗我，我何以掩蓋我嘅羞恥呢？你在以色列人當中也成為咗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歸你。嗱，當然啦，呢度係他瑪一個權宜之計嚟嘅啫，大家都明白。佢雖然咁樣講，但係其實明眼人都知道大衛王點會容許呢？喺佢自己嘅皇室裏邊啊，係同父異母嘅兩兄妹結婚呢，呢個某程度上一種亂倫嚟噶。咁但係喺呢個嘅危急嘅關頭呢，他瑪就盡量用呢個方法，係希望可以令到暗嫩呢可以唔好做錯事。但係結果係點呢？暗嫩就唔肯聽佢嘅話，因比他力大就玷辱咗佢，與他同寢啦。侵犯咗他瑪之後呢，喺聖經裏邊嘅記載，你讀落去就唔係好明究竟發生咩事，因為似乎真係冇乜點交代啊。15節同17節裏邊，佢隨後暗嫩極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愛他的心更甚，就同佢講：你起來去吧。我哋難以想像佢一個咁愛呢個嘅妹妹，單戀暗戀呢個妹妹咁耐，想盡千方百計想親近佢，甚至乎係犯下彌天大罪都去做呢件事情。起碼你話發生咗性行為之後，佢唔中意他瑪，我哋都理解啊。但係竟然係恨佢比先前愛佢嘅嗰種嘅程度係更甚喎。好難想像，我哋冇法子明白究竟發生咩事。咁經文就係咁多嘅啫，經文就係咁多啊，冇再多啲嘅經文去俾我哋去了解發生咩事情。一陣間我會交代究竟發生乜嘢事。咁喺呢一刻，他瑪就咁講，佢話：不要這樣，你講我出去這罪比你才行嘅更重。但暗嫩不肯聽他的話，就叫侍候自己嘅人嘅僕人嚟，話將呢個女子趕出去。他出去就將門閂上。點解他瑪會咁講話？如果你趕我出去，比你先前犯嘅罪更加嚴重呢？因為喺舊約嘅律例典章裏邊啊，有婚前性行為或者甚至乎係有奸污嘅事件，嗰個嘅男主角肯賠錢或者甚至乎肯迎娶嗰個女仔過門呢，就算做處理咗件事啦。點解咁樣呢？係咪好男女不平等呢？嗱，要明白嗰個背景啊，女性喺舊約裏邊係整個經濟嘅依附喺男性嘅社會裏邊噶。你諗下，如果呢一刻暗嫩係玷辱咗你個妹妹之後趕佢出去，佢個妹妹下半生呢就係孤獨終老噶，冇人會娶佢噶。因為舊約裏邊嘅貞節係好緊要，我哋中國人好明啊呢樣嘢。
咁冇一次再嫁，咁所以呢一種嘅羞辱，呢種嘅罪比先前玷污佢嘅罪更加嚴重。換句嚟講，係他瑪嘅一生咧就被呢個暗嫩所摧毀。暗嫩所做嘅事情咧係一錯再錯，係錯得越嚟越嚴重啦。係暗嫩好明顯地，我哋無法之解釋嘅情況底下咧，就睇到呢個人係完全俾情緒控制嘅。佢係根據佢自己嘅情緒喜惡嚟做事。我嘅情緒帶領我中意嗰樣嘢，我就中意嗰樣嘢。突然間我情緒帶領我去唔中意嗰樣嘢，就唔中意嗰樣嘢。從情緒就係我個王，我個主，我個神，控制掌控我嘅一切。所以佢你睇咁短嘅經文裏邊兩次講不肯聽，佢唔肯聽理性嘅勸喻啊，唔肯聽理性嘅勸告。如果佢肯聽，喺兩次嘅聽呢個他瑪說話咧，起碼佢犯嘅罪咧。嗱，如果佢聽第一次佢唔會犯罪，聽第二次嘅話都可以彌補啊。兩次冇聽，喺根據呢個情緒掌控嘅人，佢容易一錯再錯，而且越錯係越嚴重啦。咁你就開始明白啦。喂，點樣解釋佢之後恨佢嘅心比愛佢嘅心更大咧？點解釋？係唔需要解釋嘅，冇得解釋。情緒化嘅人就係咁，唔需要解釋。你如果身邊有啲人，你就好明白。哇！佢三時九刻就突然間好開心，開心完之後突然間就好嬲。即係你唔知咩事喎？點理解呢個人啦？佢唔需要理解，佢理解呢個整個人就係咁樣啦。係完全俾情緒控制嘅一個人。喺呢件嘅醜事咧，好快喺整個皇宮裏邊就傳遍咗所有人，就直至大衛王都聽到啦。大衛王聽見這事就甚發怒。喺21節嗱，讀經嘅人讀到21節咧，就斷估22節咧，大衛會 take action， 即係會做啲嘢。點樣知咧？原來21節就甚發怒之後就句號噶咯，但係冇做嘢。我哋好奇怪，你點解大衛唔做嘢？家門不幸，身為皇帝，即係個仔強暴個女，然後又唔處理，你起碼第一罰個仔啊，第二要個仔娶咗個女過門啦。即係你點都有啲處理方法要做嘅，係咪？即係你點解會唔做嘢嘅？呢個老豆點可能發生咁嘅事情？唔好忘記喺好多時你舊約唔明白嘅嘢咧，係因為你冇思前想後。當你思前想後嘅時候，你就會明啊。又好多時你唔明白舊約，因為我哋人情世故唔夠，我哋嘅人生閱歷唔夠咧，就好難明。你人生閱歷多咗少少，又明白多啲啲咁樣。而家問題喺邊度？問題就係呢件事係發生喺大衛同拔示巴呢個奸淫事件之後，大衛嘅生命污點咧，就成為咗佢一個叫做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係咪？嗱，想象下，如果我本身係一個一見到嘢唔買唔得嘅，哇！好中意，好中意，買，真係要買。喂，你唔夠錢啊？唔夠錢都要買，都買。哇！好中意，有買。嗱，隔離我個朋友又係咁，當佢一唔受控，我就勸佢，我話你唔好咁啦，碌爆卡啦咁啊。咩？你好話我，你都係咁啦咁啊，冇聲出噶咯。而家可能冇聲出，而家大衛就咁啊，大衛冇聲出嚟，甚發怒又如何啊？冇聲出嚟，如果佢走去話佢仔，喂，你做乜搞啊咁啊？你好叻咩？你咪咁就佢冇聲出噶咯。所以大衛呢一刻係好無奈，唔知冇法處理呢件事件，唔係就咁完。呢件事件引致嘅引發嘅事嘅後果係好嚴重啊！大衛另一個仔叫押沙龍。呢個人係同暗嫩啱啱相反，非常之典型嘅一個係受到理性同埋智謀掌控嘅。呢個人好有理性，亦都好有智謀。嗱，喺經文裏邊嘅記載咧，用咗非常之長嘅篇幅啊，去記載呢個押沙龍嘅生命。你一路睇嘅時候咧，你相信一路睇落，你會同我有個同感嘅。一陣間我講落，你會知啊。喺撒母耳記下13章20節。佢嘅胞兄押沙龍問佢啊：莫非你哥哥暗嫩與你親近了麼？嗱，即係證明押沙龍一個好敏銳去觀察嘅人，係咪？即係睇到佢妹有啲異樣，又亦都知道咧暗戀呢個嘅妹，咁就問咗呢個問題。咁跟住呢個妹冇乜點答，佢嘅表情已經話俾你知係呢回事啦。佢就話：我妹妹暫且不要作聲，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將這事放在心上邊。他瑪就孤孤單單住在他胞兄押沙龍家裏邊。他瑪嘅一生就喺呢句說話成為最後一個形容詞。
就係孤孤單單嘅住在佢嘅胞兄押沙龍家裏，一生就被暗嫩所摧毀咗。我哋喺22節裏邊見到押沙龍並不和他哥哥暗嫩說好說歹，因為暗嫩玷辱咗佢妹妹他瑪，所以押沙龍就恨惡他。嗱，你見到押沙龍一個超級理性冷靜嘅，雖然佢好憎呢個嘅暗嫩，但係佢冇行動，亦都冇講過任何句說話，並冇有說好說歹啊，一啲口風都冇漏過呢個人。呢啲人真係好可怕噶吓！你因為如果坐喺你隔籬嗰個人，佢恨你，你唔知嘅，坐咗2年你都唔知，咁你真係好驚噶，係嘛？哇，既冷靜又理性，而且跟住下一步就有勇有謀啊！忍足你2年，點解2年呢？2年嗱，好奇怪啊！喺撒母耳記下唯有記載押沙龍咧咁清楚講幾多年噶吓，一陣間又講幾多年噶咁清楚。喺嗰2年就係將呢件事件開始喺皇宮當中慢慢淡忘啦，人唔係好記得呢件事啦。暗嫩嗰種嘅防衛機能又降低咗啦，皇宮裏邊就好似當冇嘢發生咁啦。2年前呢件咁大嘅新聞當冇事發生啦，大家都丟淡咗啦。押沙龍就認為係時機啦，佢係靠近以法蓮嘅巴力夏所，有人為押沙龍剪羊毛，押沙龍就請王嘅眾子與他同去。押沙龍就邀請皇帝大衛一齊去，大衛就唔肯。但係唔肯之後呢，押沙龍就話：王若不去，求王容許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說：何必要他去呢？押沙龍再三請求王，王就允許咗暗嫩同王嘅眾子與他同去。大衛推磨推下，自己已經唔去啦。咁你唔去，咁你仔去得唔得啊？我冇啊，咁你搵嚟搞啦。你都唔嚟，咁你叫啲眾子嚟啦，一齊高興下。所以佢推磨推之後呢，人之常情都勉強應承咗。點知應承咗之後，28節，押沙龍吩咐僕人說：你們要注意，看暗嫩飲酒暢快嘅時候，我對你們說殺暗嫩，你們便殺他，不要懼怕，這不是我吩咐你們的麼？你們只管壯膽奮勇。點解要佢哋壯膽奮勇啊？殺王子喎，幾多小事啊？押沙龍話：我記住係我吩咐，我攬呢件事包喺我身上，我負責。你盡管去殺得啦。嗱，呢個嘅整個嘅計謀咧，忍咗2年。你想象下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人？37到39節。而且押沙龍呢一次嘅計謀係連逃亡嘅路線投靠於邊個咧？一早已經諗定。喺押沙龍逃到基述王亞米忽嘅兒子達買那裏去了。大衛天天為他兒子悲哀。押沙龍逃到基述，在那裏住咗3年。喺嗰度住咗3年。暗嫩死咗之後，大衛王得咗安慰，心裏邊切切想念押沙龍。你睇撒母耳記下，我希望你有時間，你今日翻去睇下呢幾章嘅聖經。我冇法子講到咁精彩，我覺得因為佢裏邊嘅記載實在太精彩，有好多個細節係冇法子講到出嚟。你見到呢一度好微妙啊！整個家族嘅恩怨情仇，大衛個仔殺咗個仔，呢個仔係抵殺嘅，因為奸污咗個妹，係咪？咁而家個妹又被奸污咗，就冇得處理啦。奸污佢嗰人又死咗啦。咁呢個仔咧英明神武啊！一陣間講你哋知道呢個人真係咁又開始又掛念呢個仔，但係又講唔出口叫佢翻嚟。你明嘛？因為佢真係犯咗彌天大罪噶嘛，點叫啫？唔好忘記大衛身邊有一個人，呢人叫約押。大衛身邊嘅紅人，亦都係佢嘅大將軍，差唔多係大衛心中肚裏邊一條蟲。佢完全明大衛諗咩噶呢個人。好知啦，大衛喺度茶飯不思，想住押沙龍啦，又唔開得口叫佢翻嚟，所以咧。佢好聰明啊！自從拿單先知講古仔之後咧，個個同大衛講嘢都開始講古仔而家。約押就揾咗個好聰明嘅女人走嚟見大衛，就講咗個故事俾大衛聽。講完之後就同大衛講：咁你何必點解唔邀請押沙龍翻嚟咧？咁樣
咁啊，大衛又好聰明喎。聽完咗呢個咁叻嘅女人講嘅之後，佢話：你所講嘅説話係咪約押教你講啊？係啊，咁啊，即係咁啊，拆穿咗。拆穿咗之後咧，即係好清呢段經文係非常之精彩㗎，即係拆穿咗咧，咁啊約押嚟死死氣走嚟啦，就同呢個皇帝同阿大衛講，佢話：唉，即係何苦咧？咁啊，咧講出大衛心中所求啊！咁啊，大衛就覺得，唉，都解咗呢個結啦，就同呢個約押講。唉，算啦，你俾押沙龍翻嚟皇宮啦，咁樣喺23到24節喺14章嘅裏邊。於是約押起身往基述去，將押沙龍帶翻去耶路撒冷。王就話啦，使佢回到自己家裏邊去，不要見我嘅面。押沙龍就回到自己家裏邊去，冇見王嘅面，冇見幾耐咧？冇嗱，匿埋逃難就3年，翻咗皇宮之後再等2年，即係前後5年冇見過佢爸。哇！兩父子5年冇見啊，真係好奇怪嘅嚇！即係特別翻到皇宮裏邊，你諗下，如果你個仔喺外國讀書，讀完書翻3年，翻到嚟香港住喺你隔離單位2年冇見，係咪好奇怪啊？呢個家庭發生咗咁嘅事情係好你知撒母耳記下咧，如果要講家庭嘅治療咧，都好嘢講啊！我哋見到就喺呢段期間就聖經插咗一個嘅小插曲嘅形容喺撒母耳記下14章25到26節。呢個小插曲嘅形容咧係有原因嘅，一陣間話俾你知。佢話押沙龍係咩咧？以色列全地之中冇人像押沙龍一樣咁俊美，得人稱讚，從腳底到頭頂毫無瑕疵。嗱，過往我講過啦，多半喺舊約裏邊嘅主角咧都係俊美嘅，俾上帝揀的嗰啲，除咗亞伯拉罕唔係啦，係嘛？冇用俊美形容亞伯拉罕，冇用俊美形容雅各，冇用俊美約瑟有啦，係嘛？即係你見到嗱，我見到好幾個都係俊美，但係押沙龍係極其俊美，從頭到腳趾毫無瑕疵，即係嗱，冇大細眼，冇高低鼻，毫無瑕疵。即係如果喺香港去選美咧，港男會攞冠軍。喂，姊妹你想象下，一個英明神武、靚仔。有才有勢、理性、機智、足智多謀咁嘅男性未婚，你即刻撲去門口等佢啦！你諗下係咪啊？即係哇，喺熱門嚟嘅呢個係咁 charming 係嘛？好 charm 喎行出嚟。呢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聖經就咁講啦。他嘅頭髮甚重，每到年底剪一次，所剪落嚟嗰啲頭髮重幾多咧？200舍客勒，1.5公斤。嗱，開始問個問題，同你隔離弟兄講聲，聖經冇多餘嘅字啊！讀到呢度咧，你覺得奇怪，做乜無情情講啲頭髮咁重咧？係嘛？做咩事先？即係頭髮咁重，從頭到腳都係完美無瑕嘅，頭髮重到咁喎？呢個人嚇，一陣間嗱，作者咧嗱，撒母耳記下文筆好靚啊！作者喺度插咗呢段嘅説話咧，成為一個伏筆。呢個伏筆咧，嗱，記住喺腦先啊！而家記住喺腦先啊！幾分鐘之後，呢段經文就有用啦。幾分鐘啫嚇，即係我哋睇睇押沙龍有超凡嘅忍耐力。喺14章28節，押沙龍住在耶路撒冷，足足有2年冇見王嘅面。2年啦，2年過去，佢都又忍唔住啦。我又忍唔住咧，佢就對約押施壓力啊！約押唔肯見佢噶，唔肯見佢咧，佢放火燒約押塊田啊！即係嗱，真係好有計謀咧呢個人。你唔嚟見我啊嘛，我搵人燒你塊田，燒你塊田，跟住你會點啊？上門找我負氣咯。約押咪上門找佢負氣咧？你做乜燒我塊田啊？鬼叫你唔見我啊！咁啊係，咁燒我塊田啫嘛？而家你咪見我咪啱？而家就係想嚟見我咯。嗱，佢一嚟見佢之後咧，你諗下，如果有個人你同佢鬧交，佢喺你請極佢都唔見，你搵人打佢個仔，係嘛？你拆出去同我打佢仔2巴，我打佢2巴，仲要話俾佢知係我叫佢打佢嘅咁。咁跟住對方點啊？即刻走嚟揾，你做乜揾人打我隻？冇，我就想見你啫嘛。嗱，你諗下呢個押沙龍真係好有計謀嘅一個人。當然唔好做啊。OK， 喺撒母耳記下14章33節，於是約押去見王，將這話奏告王，王就叫押沙龍來，押沙龍來見王，在王嘅面前俯伏於地，王就同押沙龍親嘴。5年冇見啊！當今次見一面之後，押沙龍心中盤算啊，計過條數咧，
死罪可免，活罪難饒，都唔好話做皇帝啊，條命都唔知保得幾耐，係咪？所以佢都預計到自己喺大王嘅心中失寵啦，無法子承繼皇位啊！呢個仔咧，於是乎咧就處心積慮，密謀政變啊！喺聖經裏面點講咧？撒母耳記下15章1到4節，此後押沙龍就為自己預備咗車馬，又派50個人喺佢面前奔走。點解要咁做啊？做一個勢啊！呢個勢好緊要啊嘛！你想象下，而家你一個人行出街，冇型冇台型噶嘛？啊！哇！我搵50部林寶堅尼，紅黑嘅，揸住喺我前面行，然後我揸住架黃色嘅林寶堅尼，哇！喺旺角街頭停低喺紅綠燈嗰度。黐咗線啊！即刻你明唔明啊？聽日頭版啦！我話俾你聽。我有一次喺旺角，我上信和講道，見到一架黃色嘅林寶堅尼啊，已經圍觀幾十人喺度影相。跟住尖沙咀，我見到一部黃色，嗰部黃色我喺旺角見到嗰部一樣，就係嗰個車主嚟嘅。然後前面仲有架紅黑嘅林寶堅尼喺尖沙咀啊，100幾人圍觀啊！即刻有啲50架，哇！真係頭版啊！聽日話俾你聽。嗱個勢啊，呢樣做個勢啊！你睇下包青天出嚟幾冇型啊！初叫邊個啊？叫個書童嘅陰公係嘛？後來叫咩？一拍個板，王朝馬漢咁幾勁啊！有型啊，型啊嘛！大佬即係跟住展超咁啊！哇，叫有型啊！初嗌咩？咪自己行落去咯，自己行落去攞嘢啦，攞證物嚟自己行落去攞嘢，咁咪幾冇型啊！你明唔明啊？嗱，而家50個人喺前面奔跑，然後自己坐住架車。型啊，勢嚟噶，呢個係啊，做個台型出嚟嗱，偶像就係咁樣捧出嚟噶，請記住，偶像係咁樣建立出嚟噶。啊，如果我要標 up 我嘅形象，我即刻搵5個保鏢保住我得噶啦。啊，型啊，哇！依家林牧師好難見到噶，一見佢都要有5個保鏢攔住噶。你明啊？做個型出嚟啊！我見到咧，押沙龍常常嘅早晨起來站在城門嘅旁邊，嗱，好勤力啊！呢個人。凡有爭訟要去求王判斷嘅，押沙龍就叫他過來問他說：你是哪城嘅人？回答說：僕人係以色列某支派嘅人。押沙龍就同佢講：你嘅事有情有理，無奈王沒有委人係聽你嘅申訴。押沙龍就說：恨不得我作國中嘅士師，凡有爭訟求審判嘅，到我這裏來，我必秉行判斷。第6節，以色列人當中，凡去求王判斷嘅押沙龍都如此待他們，這樣押沙龍暗中得咗以色列人嘅心，如此做咗足4年。嗱，嗰段嘅和本亦做40年啊，40年係唔啱噶，冇可能做到40年啦。大衛都死鬼咗啦，唔使政變啦，已經應該係4年啦。處心積慮用4年時間去籠絡民心。4年後，佢覺得時機成熟啦。喺10到12節，押沙龍就打發探子走遍咗以色列支派，說：你們一聽見角聲就說押沙龍在希伯倫作王了。悖逆嘅勢甚大，因為隨從押沙龍嘅人民日漸嘅增多。另一邊廂咧，大衛王咧就兵敗如山倒啊！喺撒母耳記下15章14節，大衛就對耶路撒冷嘅跟從佢嘅臣僕講：我哋要起來逃跑啦，不然都唔能夠躲避押沙龍了，要速速嘅去，恐怕他忽然來到加害我哋，用刀殺盡合城嘅。大衛唔好忘記呢一次係佢人生裏面第2次逃難。之前逃難呢係原本一個牧羊人，成為咗掃羅身邊嘅一個攞兵器嘅少年人，跟住用彈琴幫佢趕鬼嘅一個嘅少年人，跟住成為咗係呢個嘅掃羅王嘅女婿，係咪？後來俾掃羅王追殺。嗱，喺一個情況底下，年輕捱苦捱得起，追殺佢嘅外父，亦都係個老細，亦都係皇帝。但係而家咧，養尊處優咗咁多年，做咗皇帝享盡榮華富貴，突然變成落難皇帝，梗係好難受啦，係咪啊？人係好難做翻轉頭噶嘛，由窮變有錢容易，有錢變窮係好難，係咪？好啦，由安逸變走難係好慘嗱，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上一代嘅父母咧，佢哋經歷過呢啲嘢即係喺中國曾經係風光嘅時候，逃難落嚟香港，以為暫住，一住就住到死啦。嗱，
而家仲慘，追殺你嗰個咧唔係你外父喎，係你親生仔喎，政變喎。所以大衛一路上山一路喊即係好正常啊，因為人到晚年好似臨老唔過一世咁啊，係咪？喺呢一刻，押沙龍就被勝利沖昏咗頭腦啊，做出咗非理性嘅事件。嗱，咁理性嘅人做出非理性嘅事件，撒母耳記下16章20到22節。押沙龍對亞希多弗講，亞希多弗係咩人嚟？亞希多弗原本係跟從大衛一個謀士，而家轉頭咗去過去呢個嘅押沙龍嗰邊，就見所以押沙龍就問佢嘅意見，你哋出個主意啦，我應該點樣做先好呢？亞希多弗就同押沙龍講，你父所留下看守宮殿嘅妃嬪，你可以與他們親近，以致眾人聽見你父親憎恨你，凡歸順你嘅人呢，就會更加嘅堅強啦。究竟講緊咩？因為而家跟從押沙龍叛變嘅嗰班人啊，心裏邊有個疑團啊。押沙龍，如果有一日你同你嘅爸爸和好如初，我哋咪死梗，係咪？我哋變成叛軍，你一定冇事啊！你係個仔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嘅謀臣就話：喂，唔係啦，搞到你爸興憎你入骨，咁跟你嘅人咧就知道你冇彎轉啦，冇彎轉咧，佢哋就跟得安心啦。竟然建議一個方天下之大謬嘅一件事件。於是人為押沙龍在皇宮嘅平頂上邊支搭帳棚，押沙龍在以色列眾人嘅眼中與他父親嘅妃嬪親近。哇！嗰個宮中大淫亂啊！嗱，呢個係好恐怖啊！押沙龍一個咁理性人，點會做出咁唔理性嘅嘢呢？因為押沙龍所尊敬嘅人，好似尊敬佢好似神一樣。嗱，聖經咁樣記載啊，尊敬呢個人，尊敬到好似神一樣。呢個係邊個嚟嘅？就係亞希多弗。但係後來押沙龍冇聽亞希多弗嘅計謀，反而聽到另一個人計謀咧。呢件事件就話俾你同我知，其實押沙龍唔係尊敬一個人，佢尊敬係一個有智謀嘅人，佢中意有智謀嘅人。凡有智謀嘅人，佢就尊敬佢啦。所以押沙龍嘅一生咧，佢用佢嘅理性去判斷事情啊，以為有智謀嘅人幫到佢咧，呢個就成為咗佢係失敗嘅一個好重要嘅要點。佢忘記一件事。撒母耳記下17章14節，神喺當中掌權，同你家弟兄講聲，神喺當中掌權。押沙龍同以色列眾人說，亞基人烏西嘅計謀咧，比呢個嘅亞希多弗嘅計謀更好啊！呢個戶西係咩人呢？原本都係大衛嘅一個嘅忠臣嚟噶。大衛逃出耶路撒冷皇宮嘅時候，佢跟住佢走噶。但係呢個世界係咁啊，薑越老越辣。大衛始終年紀大過呢個押沙龍啊，即係講比拼武功就輸俾佢啫。講計仔咧，都係大衛高一籌。大衛就同呢個嘅戶西講，佢話：你唔好跟我啦，你翻返去皇宮，可能有一日你有用啊！就將呢隻棋子就放咗喺押沙龍個旁邊，方便收風，同埋方便咧有一日戶西呢個人係幫佢，可以將呢個嘅情況能夠撥亂反正。真係戶西不負大衛所託啊！當呢個嘅亞希多弗亞希多弗要見計謀嘅時候咧，戶西就走出嚟咧，提咗另一個計謀。但係咧喺呢一刻咧，押沙龍反而就聽咗戶西嘅計謀。聖經點樣解釋呢件事呢？佢這是因為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嘅良謀，為要降禍與押沙龍。一切嘅定斷都喺上帝嘅手中，唔喺人嘅手中。我哋見到押沙龍失敗喺18章第9節，押沙龍偶然遇見大衛嘅僕人。聖經好得意啊，講偶然。呢個偶然係咪咁偶然呢？偶然遇見佢，跟住發生意外。個意外係咩呢？押沙龍騎住驢仔，從大橡樹密枝底下經過。咩叫密枝啊？呢個解釋少少。喺橡樹下邊嗰啲嘅樹枝啊，因為好濃密，咁叫密枝啊，明嘛 ？OK 嗬，簡稱啊，好濃密嘅枝子。押沙龍就騎住驢仔經過。嗱，你諗下，你想象幅圖畫啊，好型噶。原本佢騎住驢仔啲風吹埋嚟。呢把長頭髮就飄逸起上嚟，係咪？好型咁樣經過呢個橡樹森林，飄
住把頭髮入去，點知頭髮太飄啦，佢估唔到啲橡樹樹枝咁密，咔棘住。咁當時佢一定唔係用而家洗髮水啊！而家洗髮水啲護髮素棘住佢就會唰聲滲翻落嚟啊，係嘛？即係肯定冇呢啲嘅護髮素啦。所以咧，啲頭髮就棘住咗喺樹枝嗰度，一棘，隻女仔就走咗啦。好明顯啦，呢一場戲好易拍嘅。但係好多人通過一個物理定律啊嘛，你開始問係咪？喂，啲頭髮點樣可以夠力困住嗰個人喺上邊啊？啊，應該斷咁嘅頭髮，砰斷咗咪跌落嚟咯？正路係咪咁啊？嚇，仲記得嘛？幾分鐘之前嘅伏筆，剪落你嘅頭髮重1.5公斤，即係佢啲頭髮好重啊，足夠能力成條鋼絲咁樣掛到佢成個人喺上面。呢個第一個問題解答咗讀者。如果唔係呢個作者唔係咁寫咧，此前放下個伏筆咧，無法子說服讀者去了解押沙龍點死㗎，你明唔明啊？第二，喂，困住啫，隻女仔走咗，自己有半天吊啊，仲有辦法噶嘛？諗都諗到啦，掹把劍出嚟係咪？雖然好難掹嚇，你諗下，成個人吊住半空要掹把劍係好難掹㗎，你記住，掹把劍出嚟，將頭髮削咗佢，唔完美咪算咯，救翻條命都好啊嘛。點削啊？鋼絲咁樣，1.5公斤啊，老友。你明我講啊？嗱，前面個伏筆就解釋咗呢一段嘅情節係合情合理噶。咁啊掛住喺度咧，半天吊，一係餓死，一係俾鷹啄死。但係咧呢個嘅約押咧兩樣都唔俾佢，自己親自去將佢殺死。約押手拿3杆短槍，趁呢個押沙龍在橡樹上面還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給約押拿兵器嘅10個少年人就圍住押沙龍，將他殺死。每人刺1刀，加多10刀，唔死都好難。但係讀到呢度咧，經文讀到呢度咧，我唔知你會係點啊？我相信大部分讀者嚟到呢一度，見到押沙龍嘅死亡，就覺得真係好惋惜，好惋惜啊！真係一個年青有為嘅人，點會咁陰功啊？咁死啊！即係唔喺戰場俾人殺死喎？你明唔明啊？偶爾遇到人一個意外掛咗上邊，咁啊瓜咗啦，俾人動彈不得，咁樣俾人殺死咗。呢個人應該一生有作為噶嘛？點會咁咧？第3個嘅人物就係大衛王。大衛王喺呢刻落難當中咧，真係好陰功啊！即係佢人生去到係好軟弱嘅時候。點解咁講咧？因為自從同拔示巴犯一奸淫之後，上帝宣告啊，就係話由嗰日開始，刀劍不離開佢嘅家庭，即係暴力唔離開佢屋企。佢欣然接受呢個結果，但係佢想象唔到自己會俾個仔謀朝篡位啊嘛。喺15章25到26節，王對撒督說：你將神嘅約櫃抬翻回去城裏邊，我一個在耶和華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來再見約櫃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說我不喜悅你，看啊，我在這裏，願他憑自己嘅旨意待我。大衛呢刻都冇乜把握，因為雖然神應許過大衛王朝嘅皇位係會由佢子孫接續，直到永永遠遠。押沙龍係佢仔，唔係外星人，嗰個先難搞嘛。究竟會唔會係上帝將我要滅亡，由押沙龍接續我皇位咧？點解我有機會翻返去皇宮？嗱，兩者都好困難。身為一個爸爸，兩者都好困難，係咪啊？諗下，如果我仔謀朝篡位成功，我就落難，不得好死。但係如果我仔失敗，我班師回朝嘅話，我就一定係變咗政治犯死嘅。你諗下，你會點先？你即係兩種結果，你都唔係好想。所以佢呢刻佢嘅禱告就話：任憑上帝嘅旨意去成就。嗱，呢一刻喺大衛王落難到最不堪嘅時候，如果唔係講到用另外2個字形容噶啦，最不堪嘅時候咧，即係佢仍然捉住嘅就係上帝嘅主權同埋上帝嘅應許，好難得喎。佢信心冇動搖啊，係咪？喺呢度嘅31節，有人同大衛講：
亞希多弗啊，剛才嗰個謀士啦，原本係大衛嘅謀士嘅，也在叛黨之中隨從押沙龍。大衛就禱告耶和華，求你使到亞希多弗嘅計謀變為愚拙。嗱，究竟大衛呢個禱告有冇應允呢？喺17章嘅23節咧，上帝係聽咗佢祈禱噶。當亞希多弗建議俾押沙龍，押沙龍唔聽，反而聽咗戶篩嘅建議之後咧，亞希多弗就告老還鄉，翻返去鄉下嗰度，將財產分配好俾晒啲仔女之後咧，自己就懸梁上吊自殺，去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好明顯地咧，亞希多弗呢個小插曲咧，話俾你同我知咧，一個計謀算盡嘅人啊，無法接受啊自己聰明反被聰明累啊，亦無法接受啊自己嘅計謀咧係皇帝唔賞識啊。我哋中國好多呢啲嘅喺戰國時代啊，呢啲咧就好多呢啲嘅人物噶啦，亦都係另一種悲劇啊，無法接受自己嘅獻計，人哋接受唔到。嗱，所以撒母耳記係牽涉嘅人物非常之複雜，但係情節係好豐富嘅。你如果詳細去睇嘅時候，比比皆是啊！你身邊係好多呢啲咁嘅人。我哋見到呢3種嘅人生咧，俾你同我睇到啲咩事啊？第一個暗戀咧係被情緒掌控嘅，呢種嘅人永遠都為自己嘅情緒而活嘅，佢永遠都活得唔滿足同埋唔快樂，好慘啊！呢種人，你想下。11點啊，好肚餓啊，好肚餓啦，好肚餓啊，要食嘢啦，我要食嘢啦，個情緒掌控緊，要食嘢啊！喂，等多陣啦，1點先食啦，唔得啦，唔等，我而家要食啊，而家要食啊，真係要食啊，即刻要食啊，即刻要食啊！咁啊，你幾多歲啊？30歲嘅大佬，你唔係3歲唔忍得咩？唔得，我要食啊，而家食，我唔食我真係好似俾蟻咬啊！咁啊，而家即刻食，哇咁啊，已經唔開心啦！食嘅時候好開心，食完之後又唔開心喎，食完之後真係唔開心，點解唔開心？哎呀！而家食到咁飽，1點咪食唔落嘢啦。嗱，如果係烏蠅，你會拍佢嘅，你明唔明？即係咁，你想點啊？你想點啊？你做乜嘢啊？嗱，呢啲嘅人被情緒掌控佢咧，佢嘅情緒好飄忽嘅，佢冇法子得到一個長遠嘅滿足嘅，一下子滿足咗之後，跟住個情緒又嚟啦。你身邊有啲咁嘅朋友嘅話咧？你都覺得好惡搞啊，係嘛？如果以古代啊，叫刁蠻公主啊，就係呢啲人啊！哇，冇搞錯，咁點搞啊？我唔知你做乜㗎啊！好辛苦，走去排3個鐘頭隊，買個名牌手袋翻嚟啊！用唔夠2嘢啫，砰劈落街喎！啊，恨惡佢嘅心比喜歡佢心更濃喎，咁咯。咁搞錯，點會咁㗎？你排2個幾鐘？我幾萬蚊買個袋，你個劈咗佢得噶。如果唔中意，如果唔中意，咁你買嗰時好中意，係我買嗰時好中意啊。咁而家點解？如果我咗唔中意啊？點解唔中意啊？我唔中意，唔中意。咁啊點解？唔中意，唔中意噶啦嘛。唔中意仲叫我攞啊？唔好叫我死咁啊！嗱，佢對白就咁啦，你明嘛？嗱，呢啲嘅人好慘啊，一生都活喺一個好不安嘅情況底下，暗戀就係咁。但呢啲人有冇得救咧？有得救，放心，同你隔籬弟兄講聲，你有得救嘅。第一，箴言話19章23節，敬畏耶和華的得着生命，他必恆久知足，不遭禍患。呢種咁情緒嘅掌控嘅人，應該學習敬畏耶和華。敬畏耶和華意思就話神常常在我前邊，我願意順服喺佢嘅律例典章當中，我學跟從佢嘅心意。嗱，唔係一下子成功啊，但係起碼又得又得咗，個過程好長噶。第二個方法咧，你就同暗戀啱啱要相反，唔好不肯聽，就反而要聽你身邊較為理性嘅人嘅建議，你要揾一啲理性嘅人做你朋友，喺側邊俾提議你。當你肯願意做呢兩嘢嘅時候咧，你嘅生命就開始會改變。第二種人呢，就係押沙龍，一個被理性智謀所掌控嘅人。押沙龍一生咧，永遠都唔明白箴言3章6到7節嘅說話。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他，特別指引你嘅路。佢永遠冇法子明呢段經文。我使乜耶和華指引我呢？我有足夠智謀去處理我人生嘅咯。佢自以為一生嘅計謀係足夠佢使用嘅，按照計謀行事，佢自己嘅理性成為咗一切事情嘅標準。嗱，喺度好抱歉，弟兄姊妹，理性嘅人最難搞嘅係咩呢？佢接受唔到自己唔理性。點解咁講啊？嗱，理性嘅人，如果真正理性嘅人，我聽清楚我講啊！而家我講緊押沙龍呢個理性，只不過佢以為自己好理性嘅。嗱，真正理性嘅人係接受到理性係有限嘅，啱唔啱啊？聽唔聽得明啊？真正理性嘅人啊，係接受到理性係有限噶嘛？接受到理性有限嘅話，咁我就唔可以靠我理性行事噶咯，因為佢係有限。我要多一個參考，起碼啱唔啱啊？如果話我係好理性啊，所有嘢都通過我理性先至係有答案，我理性想通咗嘅先至係真嘅。咁嗱，呢啲人係好不理性嘅。其實嗱，理性人最大嘅問題嘅盲點就係佢接受唔到自己非理性。最近個研究咧就話老鼠啊可以用腦電波溝通嘅，原來即係兩隻老鼠用腦電波咧去溝通啊。呢個研究結果出嚟之後就話，老鼠原來可以透過腦電波通訊㗎。咁咧，根據呢個研究發現咧，佢哋科學家就可以研究究竟將來人類可唔可以用腦電波同動物溝通咧？因為老鼠有腦電波，我哋都有腦電波噶嘛，係咪？好啦，呢個實驗未做到之前啊，如果你話俾人聽老鼠可以用腦電波溝通嘅，理性人就話都未證明到，我唔會信。都未證明到，我唔會信。嗱，好理性啊，係咪？你成日聽啲人咁樣講嘢啊，都未證明到，我唔會信。但我想問，證明咩啊？證明到老鼠能夠用腦電波溝通，係人類嘅知識多咗一樣嘢，但係人類嘅知識未有一樣嘢之前，老鼠就唔識用腦電波溝通噶啦。好深噶，聽唔聽得明我講嘢？聽得明啊？而家我哋科學界裏邊證明到一個實驗，證明到老鼠係可以用腦電波溝通嘅。咁理性人就話：而家我接受老鼠係可以用腦電波溝通，因為證明咗啦嘛，係咪？嗱，喺未證明之前，你同啲有理性人講，你知道老鼠識用你腦電波溝通啊？你點證明啊？冇證明噶，不過我哋覺得係啦，咁啊，都證明唔到，我點會信啫？嗱，佢以為好理性係咪？但我想講，你未證明到老鼠識用腦電波溝通之前啊，啲老鼠就唔識用腦電波溝通噶啦。到你證明到隻老鼠先識用腦電波溝通啊？錯晒啊嘛件事！隻老鼠一早喺你 N 咁多年前，佢識用腦電，你未出世已經識腦電波溝通噶啦，已經係你唔知啫嘛。你話我都未證明到，就唔可以信啦。嗱，理性人成日咁樣講啊，都冇證明到，就點可以信呢？嗱，我想問，乜你未證明到嘅嘢就冇發生噶啦？係咪好唔理性啊？好唔理性嗱！你要記住，乜都要經過證明到先可信嘅話，呢啲人認為好理性嘅話，其實係有問題嘅。因為你未證明到之前，呢件事不嬲都發生緊噶啦，爭在你未證明到啫嘛。嗱，未證明到氫氣球可以加熱上升飛嘅話，升空嘅話，呢個原理已經存在咗噶咯。對唔住，嚴格嚟講，我哋人類冇發明嘢，我係發現咗嘢啫。我發現咗呢個原理，我發現呢個原理之前，呢個原理已經存在咗。咁我哋未喺科學家裏邊揾到呢個原理之前，我唔信。咁唔信啲咩？你唔信啲乜嘢？你明我講嘛？調到你發現咗之後先信。咁唔怪得喺石器時代嘅人係唔會信呢個世界有打火機啊嘛？點可以信啫？冇可能信噶，我都未見到嗱。所以你而家明白開始個問題嚟。理性嘅人最大嘅問題，佢接受唔到理性係有限。佢更加接受唔到理性有限嘅時候，其實佢自己就非理性。
當一個人接受唔到理性係有限嘅時候，佢本身已經係非理性。一個真正理性嘅人係接受到理性係有限嘅。如果理性有限嘅話，我就唔能夠完全靠我理性成為我嘅人生嘅標準。如果咁嘅時候，你開始睇下押沙龍嘅一生，佢認為自己有足夠條件做皇帝，忘記咗一切嘅權柄係嚟自上帝嘅。佢自以為是，佢唔知道箴言19章有一節話：人心多有計謀，唯有耶和華嘅籌算才能夠立定。喺個世界有兩種基督徒，或者有兩種人。一種人呢係唔計劃人生嘅。阿女，計劃下你嘅人生好唔好啊？你諗下你前面點行好唔好啊？阿媽，我唔會計劃噶啦，你食乜我食乜，你住邊我住邊，你去邊度我去邊度。阿女，你唔係5歲啦，你25歲噶啦已經，自己大啦，學下自己照顧自己得唔得？我好乖噶，我聽你講噶，你去邊我去邊，你食乜我食乜，你住邊度我住邊度。真係死得噶，阿媽啊講緊，啱唔啱啊？你哋啊，冇一個阿媽恨有個咁嘅女嘅，好老實。嗱，有啲基督徒就係咁啊，25歲都唔計劃人生啊，35歲都唔計劃人生啊，45歲都唔計劃人生啊。我不斷同你講，計劃嚟做乜？依靠上帝，祈禱，祈禱。上帝要我去邊，我就去邊。上帝我食就食，上帝我瞓就瞓。我真係想講，呢啲人最弊係咩？佢唔肯承認自己懶啊！你即係坦白承認話，我係懶啫。咁仲有一嚿嘅，你明唔明我講？有一嚿喎，我懶得去諗啫，懶得去計劃啫。咁咪任人主宰我咪算咯。咁嗱，呢種人仲有一嚿啊，話俾你聽，佢肯承認自己懶啊。但係美其名話我祈禱依靠上帝，我好信服啊！呢啲戴住個屬靈帽子而實際裏邊係懶到出汁嘅人咧，先難救啊嘛！你明嘛？而家通街啲人啊，我見到好屬靈噶，由朝到晚就係祈禱嘅，跟住問佢做啲咩嚟啊？祈禱咯。咁你做乜事要計劃祈禱嘅咧？我冇噶，我喺度祈禱聽下神點樣教我點樣做人啊嘛。咁你計唔計劃自己唔計劃噶？咁你聽到神同你講嘢未啊？未啊，我仲繼續祈禱咯。嗱，呢個另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咧，呢啲基督徒唔祈禱噶，佢祈禱咩？祈禱都要計劃噶啦，不花時間計劃好過祈禱啦。嗱，呢個另一個極端，係咪？誒，唔好忘記，真正符合聖經嘅要求嘅人，係一個會計劃嘅人。一個基督徒一定會計劃嘅人生，一定計劃，請清楚。同你隔籬弟兄姊妹講，你一定要計劃。但係我哋唔好忘記，若不是耶和華成就我計劃的話，我計劃都是枉然。阿們。嗱，咁先係符合聖經所講嘅嘢。唯有懶嘅人，先用一個屬靈嘅詞句去遮蓋咗佢自己嘅懶。我等候上帝帶領嘛，咁我等咗5年啦，老友，你仲有幾多個5年啊？上帝難道就叫你喺度等到死啊？如果係嘅，幾好喎。你明嘛？你人生就係一個字叫等，跟住仲有另一個字叫完，即係等，跟住完咗咯，等完咯，喂，唔會咁啊嘛？你明我講嘛？唔會咁，對唔住，聖經就話人心多有計謀。嗱，佢唔係貶詞嚟，呢個，人係有計謀噶，好多添，有好多諗頭啊！你同我都好多諗頭啊，係咪？不過唔好忘記，唯有耶和華嘅籌算才能立定。我哋能夠按照上帝嘅心意而行嘅話，我哋就能夠成功。我哋見到佢同大衛嘅妃嬪親近，已經達到目中無人，亦都目中無神。佢根本一個係唔敬畏耶和華嘅人嚟嘅。押沙龍，你未見過佢祈禱，你未見過佢獻祭，你未見過佢揾先知，未見過佢揾祭司，
呢個人一直揾嘅係謀士，佢信奉嘅係理性同計謀。好可惜，佢連信嗰個嘅謀士都信錯咗。弟兄姊妹，有時你諗下，你中意聽人講聖經，係因為講得好聽，定抑或你透過佢講嘅聖經，你能夠親近上帝？一線之差㗎咋，一線之差㗎咋。你明嘛？我哋唔好淨係聽，中意聽人哋講聖經。我哋係自己要親近上帝先得㗎。因為你中意聽人聖經，即係中意聽嗰人喺度演繹緊、講緊嘢。但係你同上帝冇關係啊！而家押沙龍就係咁啊！押沙龍有一個謀士喺身邊，但係佢同上帝冇關係啊！所以一個唔敬畏神嘅人，一個理性嘅人喺勝利沖昏頭腦之後，就做出唔理性嘅事件。最後佢引以為榮、引以為傲嘅頭髮，成為咗佢致命傷。啊，姊妹唔需要擔心，唔好按字面理解。哎呀，我成日打你把頭髮，死啦！會唔會成我致命傷啊？真係好嘅吓。呢個嘅原則講緊係咩咧？究竟喺我人生當中，我自己引以為傲嘅係乜嘢嚟咧？有啲人可能係佢美貌啦，有啲人可能係佢嘅智慧啦，有啲人係佢學歷啦，有啲人係佢高度啦。生得矮都引以為傲啊嘛，有啲人可以係咪？呢啲你引以為傲、引以為榮嘅長處、優點、優越嘅地方，極可能就成為咗我哋嘅致命傷。死因就喺嗰度。嗱，所以我哋必須要嚟到上帝面前要監察一下押沙龍一生令人覺得可惜同惋惜嘅原因。嗱，如果押沙龍身在今日，佢安息禮拜咧，得兩個字嘅啫，就惋惜。係咪？佢擁有嘅長處同天賦多不勝數，佢欠缺嘅就係敬畏耶和華同埋倚靠耶和華。弟兄姊妹，零與一嘅關係咧，係在乎於零喺一嘅後邊，定喺一嘅前邊。如果有7個零，呢7個零喺一嘅後邊咧，呢個一就好有價值。如果有7個零，呢7個零喺零嘅前，喺一嘅前邊咧，就0.000001，佢變成好冇價值。所以你同我唔在乎有幾多個零啊，係在乎究竟我哋喺神嘅後邊咧，定係喺神嘅前邊？如果我敬畏耶和華，就係神喺我嘅前邊，我擁有個零就變成有價值。弟兄姊妹，敬畏耶和華、倚靠耶和華，永遠都行喺蒙福嘅路裏邊。大衛咧，到晚年已經好軟弱，好軟弱嘅人。但係縱使係咁，佢永遠都冇放棄捉住神嘅應許。呢個成為咗大衛一個蒙福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嘅原則。依世人嚟講，世人嘅眼光標準嚟講，呢3個人，一個係情緒控制嘅人，一無是處，係咪？但係押沙龍，哇，才華不得了，還日呢個人應該大有作為，點解會咁陰功？真係好可惜。但係對比大衛咧，唔係好叻嘅啫。大衛唔夠佢嘅仔押沙龍咁叻，但係大衛能夠成功，係因為佢冇放棄過捉住耶和華應許、敬畏耶和華嘅生活。請一同起立。